呢個人約過 Boris Johnson 打過乒乓波，仲係英國豪宅圈嘅明星發展商，曾經多次上 Channel 4晒頂級公寓，笑都唔使笑就賣樓俾全球富豪賺大錢。不過呢位理應識得生金蛋嘅人，而家就破產收場。其中一個罪名就係穿自己客戶櫃桶底。呢位仁兄叫 Cam，係英國地產發展商 K10 Group 嘅創辦人。2020年，有位美國伊朗裔女富婆委託佢喺倫敦幫手管理出租物業。有日富婆無意發現自己間屋嘅租客每星期俾緊14,500英鎊至21,000英鎊租金，但 Cam 哥向佢報細數，差額就靜靜地落咗自己袋，仲偽造租約文件。呢個局持續咗足足4年。而家 Cam 哥被控篡改租約及其他文件，佢否認所有指控，堅稱自己只係拎翻啲商業開支，反指富婆誇大被騙金額，又以破產為由申請押後審訊，但係遭法官拒絕。案件仲喺倫敦高等法院審理緊。事實上，呢類委託管理詐騙並唔罕見，海外業主更加係被針對對象。加入 WhatsApp Community，等我教你幾招保障自己，或者直接 DM 揾我哋幫手。